东正纪念堂民主广场底线白洋音韵谱传第63代陆中一祖师，东土17代17祖姓陆会中一，号通离子，乃弥勒古佛化身，降生于山东济宁，幼丧父母，只依胞妹，观世音菩萨转世，曾投军旅，后往青州访道，拜谒刘祖，经3年磨练，于30岁时成命回原籍产道，音韵谱传，尊为白羊出祖，于民国14年1925年升天，天命复工厂祖继续谱传。第64代张天然祖师，东土18代表情符号吐舌头17、18祖姓张慧光必字魁生，号天然子，乃济公活佛化身，降生于光绪14年1888年山东济宁，于民国2年1913年得玉露祖授以真传，于民国5年成命助陆祖产阳一贯真传，复于民国19年1930年奉天承运继18代祖道脉，司掌道盘，而办收元普渡3曹，及飞鸾已开化，假人言已传真，神人共产，拯救亿万姓灵返回礼遇，其天命将延续万8年为传道之名师。第64代孙惠明祖师，东土18代，姓孙名素贞，字明善，道号惠明，山东丹县人，生于光绪21年，于民国19年与师尊统领天命，同掌白羊道盘，自接续师尊之重任后，马不停蹄日以继夜，为救3曹生灵，夜不安息，昼不甘食的就是苦心，悲愿感天，道务蒸蒸日上，将法音传遍万国9州。黄河决堤显出天机碑文，云集36中秋夜，人虽圆寂道犹存，仔细太阴继承接，立己立人天命丹，言简意深难醒觉，见了不忍视天机。山西省大同府七佛寺称碑文，母定3阳度元人，复使西皇降道元，临出太公产圣王，太来天真办收元。公长，子系祖，承担万8年天命，普渡3曹，继续办理末后医者收元大事，